诗篇27篇大笔的诗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，我还着惊啥人？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着惊啥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因拢会跋倒失败。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吓。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犹原安稳自在。我对上帝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这项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，寻求伊的指示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，伊会保护我，互我匿伫伊厝内。伊会甲我囥伫石板顶，互我的头举悬，超过包围我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呼献祭，我要唱歌学乐上主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，求你听，求你怜悯我，应答我。我的心对我讲，着来朝见伊。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。求你毋通黄面毋插我，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。你一直是我的帮赞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求你毋通拒绝我，放杀我。即使我的父母气杀我，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，因为对敌在长等，求你带我行偏袒的路，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，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。我深信一项事，我要活地的日会享受上主的恩惠，着信靠上主，着勇敢壮大，着信靠上主。